刚齐大尉，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？啊，马上就要休息了。你呢？啊，我去拿瓶清洗液，今天要加班清洗照片，因为大佐明天早上要带着这些照片去上海。啊，那你赶紧去忙吧。危险，大尉。啊，川口君，你怎么会在暗室里？我手上有份在做的文件，需要2张天皇陛下的照片。不用整日绷着神经，只要行事从事，多出去走走也无妨。嗨，大佐带着照片走了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是不是真的曾平，马上就清楚了。你想的太多了。大佐只是怀疑这个曾平的地位身份。可是我的确查出一些可疑的地方，我相信，一定是有一个假曾平出现之后，把两边都给骗了。然后呢？能这么大胆子做出这些事情来的，还会有谁？一定是共产党所为。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发现，为什么刚才不告诉大佐？相比之下，这些人里面，我最信任的还是你，所以我才会选择告诉你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之前我们被关的那个地方，肯定不是曾平那儿。冈崎君，我看你真的是想的太多了。如果真的是共产党干的，那共产党到底做了些什么？他们为什么那么做？他们做的对不对？青天马经祝您马到功成。今日跑马投注热门，3场4号、7号，4场8号、9号，7场2号、5号，8场3号、6号。老师牺牲了，是谁重新启用电台的联络方式？难道还有其他人知道我的存在？
冈崎先生，安娜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身体有什么不适，过来抓药吗？不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听说前面有一家俄罗斯餐厅，他们那儿的饭菜特别正宗，所以想来尝试一下。没想到这么巧能碰到你，不知道您是否方便，可以赏光共进午餐吗？好啊。请。请。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听说东非洋行被警察给查封了。看来吴小姐的消息蛮灵通的。不过在我看来，你应该早就知道洋行要被查封的消息吧？我是从英国人那儿得到的一点消息。你对我们洋行简直是了如指掌，但是我们对你却一无所知。关于我个人的情况，我想冈崎先生和金井先生应该已经调查得非常仔细了吧？但是我并不相信那些所谓的调查。那你相信什么？直觉。我相信我的直觉。在我看来，吴小姐你和曾平先生，你们并不是一伙的。我不知道冈崎先生说的这个一伙儿的是什么意思。曾先生是我的老板，我在他手下任职。如果我们不是一伙儿的，那冈崎先生和金井武夫先生也不是一伙的。这一句反问得非常好，非常的高明。不过也只有像吴小姐这么漂亮而且聪明的女人，才能在中日双方中间游刃有余地游走，而且不露丝毫的破绽。在下真的非常的佩服。冈崎先生好像话里有话，你不妨直说。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，我还是刚才那句话，因为我对吴小姐并不十分了解。你不是说你会通过直觉看人吗？当然了，但是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，我必须要离得更近一点。我觉得你这不像是在用直觉看人，倒好像中国道士在给人看面相。有吗？道士。不过我们既然说到了中国的道士，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。我除了能给你看面相之外，我还会给人家看手相。哦，真的，可以吗？
进来。组长。什么组长？叫站长。站长？是不是戴老板的任命下来了？我还用得着戴老板的任命吗？以后是谁发号施令都还不好说呢。最起码现在呀，香港也算咱的一亩三分地儿。哎，对对对，站长说的太对了，太对了。你着急忙慌的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药店那边有新情况了？没什么新情况，就是弟兄们让我来问一下，这我们这个月的薪水什么时候发呀？催，这才过2天，你们就等不及了？我沈耀庭什么时候扣过你们的工钱？哎，不是，组长，哎呀，站长，我知道你不会亏待兄弟们的是吧？兄弟们也是100个放心，只不过兄弟们信不过那个姓曾的。放心吧，只要咱们能够找到那个卧底，该给咱们的，姓曾的1分都不敢少。是。能够和你一起共进午餐，真的很高兴。我也很高兴。那下次我再约你的时候，希望你不要拒绝。只要有时间的话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再见。再见。这个下不能确定啊。说不成，看其他的。就这个，不是。大佐先生，和你见面的这个人不是曾平。我看这个人像曾平。这哪里像曾平啊？这胖瘦一点都不像。您是哪一年见的曾平？36年年底。哎，那就对了。4年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人呐肯定会有所变化的。就拿汪处长您来说吧，4年之前您也不是这样。你能确认这个人是曾平吗？这个，从照片上来看，至少有60%像。不过，照片确实太模糊了。处长，这个人看起来非常眼熟，我看他更像是曾平的弟弟曾安呢。曾安是什么人？他在重庆政府里有什么要职吗？曾安这个人职务不高，好像是在军需处谋了份差事。这哪像曾安呢？你看，曾安没这么瘦，更像是曾平，他应该是曾平。你看，你看这个眼睛。既然照片这么难辨认，那除了照片之外，还有别的办法没有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不知道妥当与否。请讲。
如果大佐需要，我们可以派认识曾平的人和您去一趟香港。先生又要回重庆，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吗？不要乱跑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说。是。吴经理，什么事儿啊？上次跟您说的钱那事儿。什么钱？哎，吴小姐，吴小姐，上次跟您说帮我补钱的事儿。哦，啊，我已经让会计都给你提出来了。来，拿去吧。谢谢吴小姐，吴小姐，您真是活菩萨呀！我大成永世都忘不了您的恩德。快去吧。哎。今日跑马投注热门，3场4号、7号，4场8号、9号，7场2号、5号，8场3号、6号。
天台赛马的内容是你发的？是。内容告诉我，我要你一句一句念给我听。今日跑马投注热门，3场4号、7号，4场8号、9号，7场2号、5号。你就是那个卧底。我的身份只有毛站长一个人知道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兄弟，在老站长殉国之后，我联络了上峰。上峰告诉我，说老站长曾经秘密汇报过，他在金井武夫身边安插了一个人。唯一能够证明你存在的证据，就是当初你受训时候的档案。可惜啊，军校在撤离的时候，档案也给遗失了。局里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找到你。于是，我就动用了站长和你联络的暗号，终于把你等来了。就是说，站长把我和他的联络暗号告诉你了？是的。可是如果按照组织纪律，你不应该知道这些的。的确如此。不过当时的形势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不利的。站长害怕，万一有个3长2短的话，你可就成为了一个孤子。他这么做，虽然是冒了一定的风险，但完全是在替你考虑啊。既然如此，你告诉我，站长牺牲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在他身边？他为什么要绑架徐乃娇和吴安娜？因为那个时候，站长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。我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徐乃娇原来是站长的手下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却是曾平的人。出了这么个叛徒，再加上军统站被日本人摧毁，站长的行动变得越发的谨慎。那个时候，我也很少能够见到他，他只是告诉我，让我注意安全。他很快就会把香港的事情解决。他绑架徐乃娇和吴安娜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抓个人证，带回重庆去，阻止和谈。可金井武夫为什么要说他是要去投靠汪伪？怎么可能呢？站长对党国的忠心，那是天地可见的呀，怎么可能做出背叛的事情来？你看看，这是曾平给站长的。他想用站长一家老小的性命来逼迫站长听命于他。你想想看，既然站长不肯投靠曾平，又怎么可能投靠汪伪呢？军统成员包家荣向长官报道。代理站长沈耀庭，欢迎你。
兄弟，我知道你和老站长的感情，不过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定要冷静。暗杀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的目的是阻止和谈。如果仅仅是暗杀的话，那杀了一个曾平，后面还会有张平、赵平。我们要继续去完成老站长的遗愿才对。我这边已经成功的监控了曾平，而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想办法得到金井武夫和谈的底线是什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还要知道日本人的条件？哦，这个呢，是上峰交代的任务，事关战略大局。我呢，也和你一样有些不理解。不过上峰说了，日本人的这个和谈底线啊，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日本人的战略动向和企图，所以一定要拿到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见戴笠局长。你这是不信任我。我如果不信任你，我也不会来这儿。我只是想确认，我是否还是军统的一员。你永远都是军统的人。不过你这个条件确实让我有点为难了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我希望你和戴局长的见面能够隆重一些，而日本人的这个和谈底线，就是你最好的见面礼。好，我同意。但是你要帮我一个忙。你说吧。尾井幸太郎杀了老站长，我现在不方便动手。我要借助你的力量，让你帮我杀了他。上峰交代我了，这次行动绝对不能杀人。可他杀的是我的老师。我说过，要替老站长报仇，但不是现在。日本人已经以为我们销声匿迹了，你现在要是动了他的话，我们不就暴露了吗？站长，您刚才说监控了曾平，请您告诉我，3天前他在什么地方？他一直都待在别墅里。和金井武夫谈判的果然是另有其人。金井武夫与曾平之间负责沟通联络的吴安娜，她一直都在说谎。吴安娜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破坏和谈。他和尾井幸太郎是一伙的，他是共产党。我明白了，如果您需要验货的话，我这就派人给您送过去。好，再会。吴小姐，嗯，大成，给您买的点心。您尝尝。那些钱你送过去了吗？送过去了，送过去了。这次你没拿去赌吧？哎呦，吴小姐，您借我10个胆我也不敢呐。这回钱一分不少，都送过去了。差不多该到下班时间了，你先回家吧。吴小姐，您回家吗？我送您。吴小姐，没别的意思，没别的意思。那我先走，我先走，我先走了。
大佐不在，韦景和刚奇都干了些什么？韦景大尉，除了陪小泽姑娘之外，其他没有什么异常。倒是刚奇大尉，最近频繁的外出。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内奸是韦景幸太郎，但是目前来看，刚奇归右的嫌疑也很大。你觉得谁更像？属下这个判断不出来。所以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。刚奇归又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通知他们3个开会。嗨。川口，中佐，过来跟我说话。藤原少佐的架子够大的呀，情报4科现在是由他说了算吗？木村中佐。情报4科当然是由中佐您说了算。诸位，上次由于我接应不及时，导致大家深陷敌手，万分抱歉。少佐，您不必如此。其实，这都是曾平设计好的，是他设下的圈套，在那儿等着我们。不，还是由于我指挥不力，下次行动一定尽量避免。另外，还想向大家了解一下，曾平将你们带走之后，发生了些什么。少佐，当时我们的手脚都被捆着，而且眼睛上蒙着黑布，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。木村中佐向来精明，就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吗？有什么异常情况，我会亲自向大佐汇报的，轮不着你来问我。雷景、刚奇，马上回去休息。嘿，嘿。你也该睡了。少佐，我有情况要汇报。请讲。那天的确有些异样。我们3人虽被绑住了手脚，蒙上了眼睛，但是嘴巴却没有被堵上。在这个期间，我跟他们有过语言上的交流。当时我被绑在了柱子上，脖子上被勒上了绳索，所以我发出的声音略带嘶哑。中佐也是一样，只有韦景君，他的声音是正常的。还有吗？我丝毫不怀疑韦景君对天皇的忠诚，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告诉少佐。我这次回来，更多感受到的是大家对我的排斥。
但冈崎君不一样，我从你身上感受到一种友善，希望我们的友谊可以一直保持下去。少佐，如果冈崎大尉说的是真的话，那就证实了之前的推测。这个军统内奸，极有可能就是尾井幸太郎。你觉得冈崎还有嫌疑吗？没什么嫌疑。冈崎圭佑这一招叫嫁祸江东。他是想把我对内奸的注意力引到尾井身上。不过，他刚刚说的情况对我很重要。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打草惊蛇。藤原少佐，没有打扰尾井君休息吧？我还没有休息，请进。谢谢。请坐呀。藤原少佐，这么晚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没有其他的事情。据说，上次尾井君在曾平那里还遭受到了刑讯逼供，险些丢了性命。这次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还好。如此就好。那他们有没有为难冈崎君和木村中佐呢？我们都是。看烟花在
碎，某眼神压倒凄美的天边，奄奄的惊雷，可以化在徐徐枯萎，且只是滋味。换一处见人开出玫瑰，一处见人开出玫瑰。藤原忠四私下搞内部监听，你想干什么？木村君，这不是你该进的地方。关于内部监听，我有军部的命令。请问，您的内部监听，大佐知情吗？你是在质问我吗？